各位聽眾，大家好，我係主播林思齊，歡迎大家返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大家仲記唔記得上次去旺角係幾時呢？依家旺角成街吉鋪，冷冷清清，空置率超過20%，招租嘅海報貼滿晒喺門口。依家放眼望去，成條街喺度養蚊。點解啲業主咁硬頸呢？收少啲租總好過空置咗佢，係咪先？答案原來冇咁簡單。呢個世界冇人同錢作對，業主唔減租，背後實有大陰謀。嚟緊我會同大家揭開呢個旺角吉鋪之謎嘅真相。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商鋪市場一直有個遊戲規則，叫做物業估值。好多人以為層樓值幾多錢係由市場嘅買賣市價決定，商業地產原來根本唔係咁玩。商鋪嘅價值係直接同佢嘅租金回報率掛鈎。如果商鋪嘅年度回報率要4厘，一間月租20萬嘅鋪，賬面估值可能值1億。如果業主心軟，減租到10萬，你以為只係賺少10萬？大錯特錯，你減租一半，層樓嘅估值就會即時縮水，剩翻5000萬，資產蒸發一半。呢個就係業主最驚嘅後果。呢個後果更加會觸發連鎖反應。大業主買鋪，9成9都有向銀行做按揭。如果間鋪本來值1億，銀行當初借咗6000萬俾你，依家你擅自減租，導致物業估值跌到得返5000萬。銀行一對數發現抵押品價值低過債務，即係資不抵債，咁會點呢？銀行會即刻行使權利，要求你幾日之內拎幾千萬現金出嚟補返個差價，即係平日所講嘅 call loan。大業主手上有幾十間鋪，如果間間都減租，等於自己倒自己米。銀行隔三差五 call 你窿，大業主隨時搞到要破產。所以旺角依家開到滿街滿巷嘅散貨場，其實全部都係業主嘅遮羞布。呢啲散貨場叫做短租。短期租約通常只有幾個月，最重要嘅一點係短租嘅特價租金係唔會寫入正式嘅土地註冊記錄，只要長遠租約嘅面價唔跌，銀行就可以隻眼開隻眼閉，當冇事發生。業主就係用呢種方法瞞住銀行，保住資產估值，佢哋寧願用短租頂檔，都絕對唔會簽一份低租嘅長約。喺大業主角度，咁做唔係貪心。咁做只不過係喺金融風暴之中嘅保命手段。你可能會問，難道全旺角嘅業主都爭銀行錢咩？當然唔係。其實旺角有好多核心鋪位落喺一班超級富豪同老牌家族手上面。呢班人幾十年前用幾十萬買落一間鋪，層鋪晨早供完，佢哋完全冇借貸壓力，持貨成本根本等於零。對佢哋嚟講，間鋪吉咗，只係今年少買幾部跑車，佢哋完全輸得起，有大把時間同你磨。呢班老牌業主最注重嘅係商業市場嘅錨定效應，一條街只要有一個大業主帶頭跪低減租，成條街嘅身價就會即時崩盤，其他鋪位嘅租客一定會聯群結隊，要求一齊減租。大業主手上面往往唔止一間鋪，為咗保住成個黃金地段嘅整體利益，佢哋會達成一種默契，大家齊齊咬緊牙關，死頂到底，邊個先減租，邊個就係地產界嘅叛徒。呢場心理戰，佢哋玩咗幾十年，經驗豐富。更深層次嘅原因係呢班人嘅思維仍然活喺過去，佢哋心入面仲念念不忘當年自由行、藥房、金鋪瘋狂搶租嘅神話。當年內地旅客排隊買名牌，鋪租炒到上天價，業主以為依家嘅市道低迷只係短暫嘅調整，佢哋深信只要等到下一個經濟紅利大水喉就會重新開閘，佢哋寧願守株待兔，日日等奇蹟，都唔肯面對現實，都唔肯將間鋪低價租俾小本經營者。喺呢班老牌業主眼中，香港嘅核心零售地段依然係無可替代嘅聚寶盆。佢哋內心嘅高傲令佢哋完全睇唔起本地小店嘅消費力。
喺佢哋嘅算盤入面，租俾一間賣魚蛋或者賣本地時裝嘅鋪頭，一個月收得嗰幾萬蚊，仲要擔心個鋪位俾人整污糟、形象變差嘅風險，倒不如直接關門大吉，等大型跨國連鎖店或者名牌集團回流。就係呢種傲慢與偏見，直接導致咗旺角街頭出現一幕幕如同死城嘅荒涼畫面。但呢班老牌業主佢哋未驚過，依然馬照跑，舞照跳。不過我哋必須面對現實，就算依家班業主肯減租，旺角就可以救得返咩？答案係救唔返，因為香港嘅消費生態已經產生咗根本性嘅轉變。以前放假，香港人一定去旺角，依家星期六日，大家全部北上。依家深圳東門、萬象城先係新一代嘅潮流勝地，加上網購普及，淘寶同 KTV Mall 已經取代咗實體店，旺角作為本地潮流核心嘅功能已經徹底瓦解。對於小商家嚟講，依家開鋪簡直係入火海，鋪租只係其中一個成本。依家人工貴、食材貴、電費年年加，就算業主大發慈悲，免你半年租，你計落條數依然係蝕本。香港市民嘅消費力嚴重外流，留喺度嘅人消費亦變得極度謹慎。依家商家開鋪隨時係幫打工仔同供貨商做義工，既然冇錢賺，邊個仲會傻到去旺角租鋪創業呢？當一條街開始出現3至4間吉鋪，剩低嘅鋪頭亦唔會捱得幾耐。吉鋪會破壞成條街嘅購物氣氛，街道一黑，人流自然就會擾道，人流一少，剩低落嚟死撐嘅鋪位，生意就會更加慘淡。呢個就係鬼城化嘅惡性循環。大家心知肚明，依家留喺香港消費嘅人追求嘅全部都係極致嘅性價比，而呢樣嘢偏偏係高成本嘅旺角實體店永遠俾唔到嘅。當深圳可以用1/3嘅價錢提供更好嘅服務同更大嘅空間，旺角嗰啲又逼又殘嘅商鋪就徹底失去咗吸引力。大環境嘅改變就好似一場海嘯，將舊有嘅商業模式沖到7零8落，而班業主仍然死守舊有高租金體制嘅做法，只不過係加速咗呢場消費大洗牌嘅死亡進程。未來嘅旺角會變成點呢？傳統零售業退場已經係不可逆轉嘅趨勢，你可以預見未來嘅旺角街頭將會被2大勢力霸佔。第一種係低人力成本、低技術嘅行業，例如夾公仔機店或者24小時健身室。第二種係資金雄厚、專門過嚟插旗嘅內地餐飲連鎖品牌。旺角嘅本土特色將會被洗刷得一乾二淨。過去幾十年，香港靠地產神話食糊嘅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以前擁有一個旺角嘅鋪位，就等同於擁有咗幾代人嘅富貴。但依家呢隻曾經識生金蛋嘅雞，正變成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旺角仲有冇可能回復當年人山人海、熱熱鬧鬧嘅氣氛呢？相信大家心中有數。今日條片就嚟到尾聲，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政府應唔應該對呢班寧死都唔肯減租嘅業主徵收吉鋪空置稅呢？定係你覺得應該由得市場自由發展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哋嘅睇法。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內容，好希望你可以點讚、訂閱同分享。你哋每個人嘅支持對我都好重要。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我係主播林思齊，我哋下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再見。